啊。哦，走走走，走走。这些得后个也自己整治好。那现在那是上去炒。筷子呢？太重了是吧？哦，没了。我了弟弟啊！走走走走，我这里。哦，他知道了吃那个，我没做，我做低了。没有太阳了，不能做个不能一脚。没错了。我不用多平啊，这就个简单，干爽了。这是早上6点干呀？有人弄没？搞这个啊！哎，别倒了，这个给你倒起来。走，刚打好这是。走啊！走。走走。出来。我搞这个，这个好来，有没有？